血海柳黑珊瑚頸鏈與手串佩戴健康益處全覽。血海柳又稱血柳、黑珊瑚，是珍貴的海洋生物資源，其藥用價值早於《唐本草》《本草拾遺》《本草綱目》等中醫典籍中有所記載。依據佩戴部位的不同，頸鏈與手串可針對人體不同區域發揮針對性的健康助益。詳細整理如下：一、佩戴血海柳黑珊瑚頸鏈的核心健康益處。頸鏈長期貼合頸部皮膚與穴位，可直接作用於上半身循環與呼吸道系統。核心益處如下：一、清熱解毒，守護呼吸系統健康。血海柳富含油酸、水硫酸、碘等活性成分，具備清熱解毒、化痰止咳的核心功效。貼近頸部佩戴，可輔助促進呼吸道健康，緩解咳嗽、氣喘等不適症狀，尤其適合長期處於空氣污染環境、經常用爽的人群。二、調節循環，呵護心血管健康。其含有的柳珊瑚配半貼成分，具備輔助降血壓、減慢心率、抗心律失常的作用。長期佩戴可調節血脂代謝，降低血液中膽固醇水平。貼近頸部帶動脈的佩戴方式，更利於成分透皮吸收，對預防心血管疾病有積極輔助作用。三、鎮靜安神，改善睡眠與情緒狀態。頸部是人體重要穴位的集中區域，貼身佩戴血海柳頸鏈，可通過持續刺激頸部穴位，幫助放鬆神經，緩解日常壓力，起到鎮靜安神的效果。對失眠、焦慮、心神不寧等問題有輔助改善作用，可有效提升睡眠質量。四、補充微量元素，強化身體免疫力。血海柳含有鈣、磷、鎂、鋅等28種人體必需微量元素，其中被稱為骨骼衛士的硒元素含量尤為突出。長期貼膚佩戴，可通過皮膚接觸緩慢釋放微量元素，有助於增強機體免疫力，改善體質。五、舒筋活絡，緩解頸肩不適。血海柳具備驅風除濕、活血化瘀的傳統功效，貼合頸部佩戴，可促進頸部局部血液循環，有效減輕頸部僵硬、酸痛等不適，對緩解頸椎病、肩周炎等症狀有輔助幫助，尤其適合長期伏案工作、低頭使用電子產品的人群。二、佩戴血海柳黑珊瑚手串的核心健康益處。手串貼合手腕部穴位與微血管，可作用於全身循環與肢體關節。核心益處如下：一、調節血壓血脂，穩定心血管狀態。手串長期貼合手腕處的橈動脈與相關穴位，其含有的柳珊瑚配半貼成分可透皮吸收，輔助發揮降血壓、調節心率、抗心律失常的作用。長期佩戴可調節血脂代謝，降低血液中膽固醇水平，對預防心血管疾病有積極意義。二、清熱潤肺，減少有害物質傷害。血海柳中的油酸、水硫酸等成分，具備清熱解毒、化痰止咳、潤肺利咽的功效。長期佩戴可輔助清除肺部積熱，搭配血海柳煙嘴使用，更能有效過爐焦油與尼古丁，大幅減少煙草有害物質對肺部的傷害，尤其適合有吸煙習慣的人群。三、抗炎止痛，呵護關節與骨骼健康。血海柳富含多種骨骼所需的微量元素，其中硒元素可輔助維護骨骼健康，素有骨骼衛士之稱。佩戴手串可持續作用於手腕、指關節，有效緩解風濕性關節疼痛，改善局部炎症反應，減輕關節腫脹、酸痛等不適，適合長期手部勞作、伏案工作的人群。四、止血鎮痛，輔助傷口合。血海柳自古便有海底神樹的美稱，具備止血、止痛、定驚的核心傳統功效。其角質層受損後分泌的黏液活性成分，可輔助收斂傷口、快速止血，對痔瘡出血、外傷出血等問題有明顯的輔助改善效果。五、
寧心安神，緩解日常壓力。手腕處分有多個安神調氣的重要穴位，長期佩戴血海柳手串，可通過持續的穴位刺激，起到鎮靜安神、平復情緒的作用，對緩解焦慮、改善失眠多夢、心神不寧等問題有輔助效果，可幫助紓解日常工作與生活的精神壓力。3. 血海柳黑珊瑚的特殊價值。1. 豐富的營養與養護價值。血海柳亦被譽為海底孕鍋，含有大量膠質、鐵質、鈣質與海底酵素，其膠原蛋白含量突出，鐵質、鈣質含量遠高於常見食材，具備清腸排毒、美容養顏、補氣血的潛在助益，同時可輔助清除腸胃積火、利喉順氣。2. 風水學中的特殊能量寓意。黑珊瑚在傳統風水學中五行屬水，尤其適合命理火旺者佩戴，可化解衝動急躁的氣場，助力人在決策時保持冷靜清晰的判斷。亦經有雲水主材，其手串、頸鏈的環狀結構形成的閉合能量回路，亦任何民間財不外流的美好寓意。4. 使用注意事項與佩戴建議。1. 使用禁忌。1. 嚴禁將血海柳飾品與酒精、強酸、強鹼等化學物質接觸，以免發生化學反應損傷材質，破壞其活性成分。2. 避免飾品摔落、劇烈撞擊，防止出現裂紋、破損，影響觀賞性與使用效果。2. 日常佩戴與保養建議。1. 款式選擇，依據自身頸圍、手腕尺寸挑選合適的頸鏈與手串，確保佩戴舒適，避免過緊壓迫血管，影響局部循環。2. 佩戴位置，傳統氣脈學建議手串佩戴於左手南氣位，以強化能量吸附效應。頸鏈建議貼合頸部佩戴，更利於活性成分釋放與穴位刺激。3. 日常保養，定期用柔軟乾布輕輕擦拭飾品表面，保持乾淨整潔，嚴禁使用化學清潔劑清洗，以維持其礦物質與活性成分的穩定性。